主后2024年9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只有听甲无样若定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30章第1节到31章第1节。希西家派人去以色列甲犹大逐所在，搁写批互以法莲甲玛拿西的人，邀请因来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守盘过节，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王甲伊的官员，甲伫耶路撒冷的会众已经参详好，要伫2月守盘过节。正月因袂当守节，因为洁净家己的祭司的人数还无够额，人民嘛还未聚集伫耶路撒冷。王甲会众拢赞成这个计划，就伫以色列全地对别是巴到但宣告，请人民拢来耶路撒冷守盘过节，服侍上主以色列的上帝。因为过去照所写的律法来守节的人无遐尼多。上批的人带王甲伊遐个官员的批去以色列甲犹大全地，宣读王的命令，讲以色列人着归向上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伊就要转向恁，就是恁才会脱离亚述诸王的手所剩的人民。恁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甲恁的同胞，照恁所知，因得罪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直到伊甲因消灭。但毋通亲像恁的列祖硬心固执，着归顺上主，进入伊永远分别做圣的圣殿，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互伊无搁对恁发大受气。恁若归向上主，恁的同胞甲恁的儿女，为对掠因的人得到怜悯，搁倒来这个所在。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慈悲怜悯，恁若归向伊，伊一定会接纳恁。上批的人一城过一城，行透以法莲、玛拿西，直到西布伦遮的地区。毋过遐的人甲因踢笑侮辱。亚设、玛拿西、西布伦中间有一寡人家己谦卑来到耶路撒冷。上主嘛感动犹大人，互因同心一意，顺坦上主的话，照王甲遐领袖的命令去做。2月有真侪人聚集伫耶路撒冷，诚做真大的大会，要守度假节。因将耶路撒冷献祭烧香的坛拢刷走，迄伫克伦溪谷。2月14，因杀盘过节的羊羔，祭司甲利未人感觉见效自责，就洁净家己，搁带烧化祭来上主的殿。因照上帝重用的人摩西的律法的规定，逐个人徛伫因侍奉的所在。祭司将对利未人接过来的血朽伫祭坛顶。会中有真侪人咧议上无清气，所以托利未人替因杀盘过节的羊羔，互因伫上主的面前诚做清气。对以法莲、玛拿西、以撒加、西布伦地区内的人，有真侪无照规定洁净家己，嘛食盘过节的祭物。希西家替因祈祷讲，恳求至善的上主赦免所有无照规定洁净家己的人，因为因专心祈求上帝，就是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上主听希西家的祈祷，就赦免人民。住伫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非常欢喜，守度假节7日久。利未人甲祭司
逐日用响亮的乐器称赞上主。希西家鼓励所有到服侍上主的利未人，逐人食宴席7日，献平安祭，搁感谢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大会全体会众决定要搁守节7日，因就欢欢喜喜搁庆祝7日。犹大王希西家送大会牛犅1000只，羊7000只，众领袖嘛送牛犅1000只，羊10000只，搁有真侪祭司洁净家己。犹大会众、祭司、利未人，甲对以色列来的会众，以及遐个对以色列来的外族人，甲住伫犹大的外族人，拢欢喜快乐。安尼，耶路撒冷充满欢喜快乐，因为对以色列王大必的囝所罗门以后，伫耶路撒冷毋捌遮尔欢喜。祭司甲利未人起来甲人民祝福，因的声上帝有听见，因的祈祷透到伊天年的圣所。遮个代志结束了，伫遐个以色列众人就出去犹大逐个城，拍喙石条上，讲断阿舍拉女神的条上。只有听甲无娘拿定。9月开始，学生囡仔陆陆续续转去到无用试试的校园生活。若欠少信仰同伴，也是属灵长辈的关心陪伴，真容易因为课业的压力、同伴的影响、网络的吸引、兼职的工课，中断参与教会的生活。德国教育家胡贝尔有一句名言：教育无撇步，只有听甲无样拿定。这句话相款也适用伫教会界，提醒咱每一位做基督徒的，爱用听甲无样来关心陪伴少年朋友，帮助因恢复对上帝的信心，重新过敬拜上帝的生活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希西家是一位听甲无样的领袖。对南北两国分裂，直到希西家时代，已经有200多年无合一过叛国节。希西家做王了后，坚定相信上帝，带领人民回转归向上帝，重新点倒人民敬拜上帝的热诚。伊邀请犹太人民甲北国以色列大支族的人，做伙到耶路撒冷守叛国节。有一寡人铁笑轻视伊的邀请，毋过也有人响应，愿意归向上帝。希西家的心意是希望以色列人团结一致敬拜上帝，超越王国的分裂，互因成做一个合一的民族。当时，北国人民可能因为无熟悉叛国节的规定，无先洁净家己就食叛国节的羊羔。希西家不但无惩罚这个人，反倒为因祈祷，求上帝饶赦这个无照圣所规定洁净家己，却全心全意敬拜上帝的人。大家连续7日欢喜庆祝度假节，希西家甲因斗阵，搁称赞利未人，后领导人民敬拜上主。众人拢决定要搁再守节7日。希西家并无制止，反倒带头捐出1000只牛犅仔和7000只绵羊仔，互民众摕来食。也带动其他领袖，搁捐出1000只牛犅仔和10000只绵羊仔，甲人民同欢乐。希西家用听甲无样带领以色列人，致使以色列人伫做期
结束了后，转去到各自的城市的时，为当延续希西家的信仰改革，因摧毁拜偶像的石条，斩断阿舍拉女神的雕像，废除祭坛和旋环等的神庙。儿童为本如讲讲，这本册讲到一对基督徒夫妇，因看教会的一家三兄妹袂输家己的囡仔，这三个囡仔伫青春叛逆期的时，拢差一撮仔行上岔路，因为有这对夫妇长期的关心和陪伴。伫因大汉了后，也用感谢的心，互这卢公公模式，主动担任教会青少年辅导、主要老师，诚做其他囡仔的卢公公。听甲无样，毋是一句口号，是诚做别人生命中极大祝福的行动。愿咱也会当用听甲无样，关心陪伴更较侪的少年人，带领因更较深认捌信仰，互来自上帝听继续传承落来。默想，谁捌用听甲无样陪伴我行信仰的道路？啥人捌用听甲无样陪伴我行信仰的道路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过去初派信仰同伴属灵的长辈关心我，陪我行信仰的道路。求你予我付出行动，用听甲无样，诚做其他青年人的信仰同伴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